来，首先要来感谢，感谢者。对，咱真正是想袂到，咱有一天会靠咱这个听众来食青啊。会对咩？倒一位？咱先来感谢这个妹啊，多谢你。对啊，听讲你有谢啥？听讲伊有甲因同事推荐咱的频道啊，对啊，因迄今日来宾要来进前，伊个有去甲因讲，我有听你的节目哦。妹，你是想要去甲因注下对无？根本连讲话妹，你连刚要来无啊？听众见面会的时阵，我感觉你会使来一个，那会使见面者，自我推荐者，对，真趣味。两个来宾啊，伊是用一个咱毋捌看过，还是有人听过。非得就是迄个就是咱较少听过做青分的迄个冷气啊，而且做这种物件，我嘛是较无听迄台语的啊。对，因来时阵佫做紧张的呢。咱拄则因伫楼骹，咱咧准备的时阵，因佫讲因今日台语无好。对啊，那准讲啦，等下真正开始的时阵，伊即摆去变数。那准讲等下真正就是有讲到啥物，也是讲听起来有插一寡话语，我感觉咱可能就是爱甲因体谅一下啦。袂要紧啦，对啊，毕竟就是伊来甲咱分享因迄个冷气的物件，对，嘛是无简单。嘿啊，好，到底是啥物冷气咧？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带开拍节目，来听白边，白边。来节目会透过对来小个一寡生活上的台语词，还有甲观众朋友下一步用台语念出来，咱来欢迎今仔日个出名人，欢迎。惊倒人，人家即间我空气有够稀微的啦，第一届遮侪人，无，足久夸济，足久无遮侪人。好，咱先来邀请咱两个朋友来甲咱开讲者。来，啥物先 ？Lady First 来，查囡仔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影视厅中心的研究人员，我叫做小米黑边白边丁，大家好。我叫小米黑边白边，我惊到拉动啊咧。安尼咱的阮的迄个标题的名，爱甲你写小米，还是爱写你的本名？拢会使呢。哦，安尼写一个字啊，佮一个米安尼。写小米就会使啊。买啦，写你的本名啦。到时阵我听众要去恁的迄工作找你的时阵，伊才知影是谁。我都无想要别人来我的工作找我。袂赴啊，袂赴啊。好，过来另外一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忠，我是嘛是伫国家电影视听文化中心工作服务安尼。哦，你是咧做啥？你咧讲一个。哦，我是负责节目测点。哦，对，测点的吼，哇，伊的名叫谢忠啊，但是咱爱就是较亲的，咱要甲伊叫，你老母拢安甲你叫阿忠啊，阿忠啊，好啦，阿忠啊，安尼阮就是阿忠啊，好来，安尼想要问讲两位是倒位人？我是宜兰人，你是宜兰人讲到这大声，你敢有宜兰腔？你宜兰腔，若要有嘛是会使，水水女女，食肥配卤卵，嘿，哦，会使啊，阮欢迎各地腔哦，对啊，阮有一个听众宜兰腔的哦，有影吼，但是伫咧台北行久啊，总是迄个腔会无去，系啊，加减啦，加减。这时阵伊会甲你讲，你要甲伊吹转来啊，你要依起你的迄啊，用你的宜兰腔去讲影响啊。哦，对，阮这个听众就是安尼。哇哦，对，伊敢算是阮的听众？算是啊。阿弟啊，讲你啦，阿弟啊，我要甲伊的名叫出来。好，安尼阿忠咧，我婚姻人，婚姻，又搁是婚姻的，哇，拄则是咪毛一个婚姻的？对啊。哦，好啊，咱即摆婚姻斗六个家己要变做一派啊。对，彰化人咧，恁伫倒？安尼想要请问两位平常时敢有在讲台语？其实足少的呢，足少诶，参厝的人讲较济啊。哈，对啊，生活上真少，尤其北部生活真罕咧讲啊。哦，所以阮这是恁今日算讲来北部遮久，就是头一届全台语北部讲做开讲的量安尼，用台语去讲家己工课物件，算第一届。哇，真罕有这个机会，独家啦。讲影可能迄发票爱开较过去，咱创造做一个独家的，边有人头做疼的。你想要问讲，恁以前读的科系，甲恁即马做的工课，敢有关系？我有呢100%的关系。我大学是读迄个电影。你大学读电影，你即马你做迄国家对啊？我研究所是读台文，所以我那做台语电影是拄好。你研究所读台文呢？运命的注定。两个结合做伙呢？夭寿哦！这时阵是咪爱唱诶？等了什么？什么？无啦，我本来想讲要唱阿吉拉的金包文，讲住阿忠啊咧。嘿，嘛是有关系，嘛是读电影传播科系安尼。啊，传播系的对。传播系对。哦，
哦，因即马拢安尼做家己咧读的物件呢，拢无走去北岛咱呢。两个咧创啥？无。哦，安尼想要问讲，你拄则讲着做工课无你讲台语，即马即届恁即个主题拢是台语片的时阵，你若是讲着即个台语片，敢有需要用台语？其实足少诶，但是我会当讲一个故事，就是10年前去嘛是研究台语片的时阵，去一个研讨会，对，啊讲下口一个人就举手讲，请问恁研究台语片的人拢袂晓讲台语，安尼敢对？哦是啊，伊直接甲你挑战就对啊，对，啊你有甲放掉无？回呢？我都讲不出来。哈嘿，但是过10年了，迄个人若个举手，我会甲伊小人讲，我即摆会当用台语来讲机。会来哦，啊！哎，我来，请问你这讲台语片的拢无咧讲台语，安尼敢对？哦，嘿，你安尼讲，我就会当甲你回答吧。好，请讲。嘛是爱小可用台语来想啦。对，但是过10年了，我感觉讨论台语片，虽然用台语是足好诶，但是台语片已经毋那敢若是台语尔。对，当然其实伊有一个文化的迄个过程，啊，有就是技术的修正对对，所以咱嘛袂当干那讲用台语，我感觉会使插咧啦，嗯但是插咧小难安尼小难，至少互因感觉讲啊，阮袂晓台语，阮要求咧注重台语。对对对对对，来问即个阿忠啊，伊头拄仔讲伊是七点诶，安尼想要问讲七点即个工课内容是啥物？对啊，七点哦，嘿即马完全路的咧做没听过七点人介济呢，路的你做，嘿啊讲遮尔济，惊惊弄着就是凊真侪路的，人拢是看七北点人。拢是七点人。嘿啊，我伫阮中心吼，主要做工课就讲，阮中心有2个戏院嘛，啊，嘿就是固定拜5、拜6礼拜咧放电影。哦嘿啊，所以我的工课主要就是讲负责甲这要放的电影甲选出来，甲拣出来就嘿，甲对啊拣出来安尼。啊，以即届台语片这交给节目来讲吼，是我就是爱去研究这过去台语片的历史。对哦你新啊，研究算讲，历嘿，史，已经历史啊，了解讲啊，过去这台语片是说90年代迄阵开始重新去互发掘嘛，对，嘿，啊，我去了解啊，这90年代开始了后，到底这台语片是安怎摕出来搬，嘿，啊，放过啥物片，嗯吼，啊，先了解了后再来讲啊，伫70周年的时阵，嘿，啊，咱要安怎介绍互即摆的观众朋友了解台语片是啥物安尼，哦嘿，啊，哇无大概是安尼啦，啊所，以七点的人就是景片。啊，讲需要展览的所在，比如讲这配合这支片，爱有啥物空间，爱有啥物，敢需要做这？主要即摆是放电影景片为主啦，啊。哦，嘿，现场的展览的部分是阮有另外的同事咧负责咧处理，哦所以我嘿，啊，即届我是无参加即个部分啦。安尼哦，安尼，我想要问讲，就是拢总有几支安尼，你甲拣出来？即届是总共是10个节目，9期长片啊，佮有另外几期短片，9期短片算做一个节目安尼啦。哦，啊，但是你是拄偌济量经出这10支，偌济精算偌济量哦，对，嗯，3200支，真歹，无认真甲算啦。啊，嘿但是即摆咱留落来说200几支片。 200几支，嘿，200几支片，啊，我大概就是讲，阮小美因即个部门同事因整理甲足济，是啊，我大概是说100几支片，安尼去了解讲，哦，即摆咱手头有啥物，啊，有啥物会当适合去放，哦啊，，再慢慢去竞出来安尼。嗯嘿，啊，但因为百几支哦，嘿，啊，安尼你阮今拢爱看过，大概拢有看过啦，啊，算讲爱加减了解一下，啊，但是阮今年中心对这70周年有一个主要的主题，就是讲世界的台语片嘛，嘿，哦所以我去了解讲，啊，这台语片的世界性到底是啥物？嘿台语片甲世界有啥物关系？哦，啊，所以这个选片的这个方向，就是会有遮开始安尼。哦，那听起来，这个七顿的人除了选片嘛，爱研究呢，因为你爱去研究讲这个片啊，甲啥背物。景啊，我拄要本来就是讲伊咧拍球嘿小米叫小米接，开始讲伊的，但是伊嘛开始讲到伊研究的部分呢。安尼恁研究恁两个工会就顶他呢？诶，恁还讲出这袂当讲的代志。无其实，阮单位内底每一个人拢有研究的能力伫哦，的。是啊，对哇，啊，亲像恁两个嘛是拢有啊，恁总是爱研究，恁两个嘛爱研究阮要讲的物件。哦，阮就是插咧啊，表面尔，表面啊，我别讲安尼啦。哦，恁你先说安尼问研究员啊，对啊安尼伊7点人搁爱竞片，搁爱研究，安尼请问你即个研究员会研究工课内容是啥物咧？那准讲阿总是炒菜，阮就是头前伫遐种菜人啊。种菜，种种菜开始，无，阮是去餐底，甲菜拢挽挽起来，啊嘿看倒一个会当用的，啊倒一个可能爱就先放去边遐安尼，阮先拣一寡，哦再留互7点人来做节目。做分类安尼的，对对对对，所以阮会直接到片库内底上介原始的物件。哦，嗯
屁股内底上爱元素的物件是迄种拍开哇有糖造出来迄种诶。阮头前有一寡人会去捌着遐物件，阮捌着是毋免挂喙。你已经是无糖诶啊，你也无好听。后一集会当个邀请有糖诶，有看过糖诶，所以因会先就是暂时处理过，才个交互研究员。对啊，所以阮会去看到足侪，咱嘛毋知影到底内底是啥物物件的片。去看遐片内底，这敢有趣味，这可能还好吼。有趣味的都拢交互阿忠。看伊有需要无安尼，但是我好现一件代志，譬如讲恁咧开箱是真正是一个箱仔呀，是一个稳形的箱，我就是迄片壳内底向顶的箱啊。我就是遐片落伫一个空间内底，恁可能是迄个哇，你看咧凊彩抽一支出来，后一集。真正有遐个人，真正有遐个人，后一集。你想问讲，就是你经即寡粘片嘛，有诶一寡就是已经像你讲诶啊，裁板起来可能已经烂去创啥，但是你嘛是爱做分类啊。你第一步一般拢爱做啥物？第一步，阮就是先去申请档案吼，因为阮家己毋是伫遐转遐档案诶人。对，申请档案，所有诶档案，阮看了后，再来看讲，这敢若有研究诶价值。这可能先放迄边啊吼，毋是无价值，是阮即马可能无迄个能力，无迄个能力，或者是较无符合咱诶主题。经过了才会当正做一个主题，再甲这个主题甲咱诶建议甲这阿忠来分享安尼。所以你两个听起来工课是有关系的，是无？有啊，真大的关系，就密切的关系。但是你两个拄则翕相的时阵，李总我就是讲恁之间可能淡薄仔就是心结。歹势讲，人有太太啊囡仔。我无叫你甲伊打肩胛头啊！你总歪去讲笑的。阿忠咧竞片的时阵，敢有需要甲相讨论，还是你家己决定就好？拢嘛是有参小米哥伊的同事研究做做会讨论，所以恁的工课是会有季节的啊。会啊。所以算是讲密切的季节，密切的。主要是讲，恁来宾来的时阵，敢有甲阮讲你安尼啊？免有一个人跪咧，搁爱开发票，你有开发票，做密切的季节无？系啊，阮会讨论啦，系差不多咧。譬如讲，恁讨论敢有弯起来过啊？我想要听下弯起来过。老会老弟啊，牙都小台。原来你讲牙都是靠架上。其实主要拢是讨论讲，这片真好看啊，但是咱若要放，敢有这个机会？嘿，可行性如何？安尼敢有啥物人？比如讲，啥物来宾会当邀请啊？有啥物主题当讨论啊？拢是讲这。影片的时阵，就要先去决定这后边的代志哦。其实拢爱了解较全面嘛，讲大概是啥物情形啊？那好看啊，法度放无？然后伊敢有迄种市场有电影片无？对，会使摕出来放，还是讲这爱个开时间开钱，重新去做一个 copy，这拢爱去了解，因为像小米甲因去做的同事，拢是较做研究嘛。我主要嘛是去了解讲，因的观点是啥物。因为因研究这较久，所以我做关于台语片的一寡代志，拢爱去请教因。但是阮毋知影观众爱看啥，也毋过册顶人知影观众爱看啥。这就是差别。安尼真正是当机甲倒头呢，一个去摇，一个去吹啊，一个讲，我想要安那，伊就讲，我知影，我甲你讲，我替你个信讲啊。我呢，这关系真密切的，但是因无迄冤家嘛，无迄老弟的过程，我就感觉较可惜。敢有迄研究员想要做的物件，但是你完全无想过的角度，互你淡薄仔伤脑筋的，敢有即种的？应该讲，可能阮有当下重视的角度无较无同款观众的口味啊，因为我算是应该讲，我算是第一个观众，是，算讲第一个观众来看这的电影嘛，所以我有当下咧想讲，我咧镜的时阵就是讲，即摆观众到底是有兴趣啊无？了，因为我家己嘛，我去做的同事嘛，阮专门咧做这目的，嘛3、4年落来，阮大概知影讲，阮中心的观众可能会介意啥物，所以拢有。以过去的这经验来做一寡判断，这综合讲，像小米因的想法意见嘛，参阮家己阮的同事这边，个嘛参行销迄边的同事，大概讨论啦，做一个大概的决定，去选片啊。听起来做和谐的呢，大家拢是会当沟通的人，就团结的，真正。毕竟因拢会使找出即寡会当研究的物件，一定是真好沟通的呀。用目屎拢要流落，创啥？
我呢想要请问讲啊，咱搞过即个节目啊，临时的梦，即个名是安怎来的？因为我的梦叫是，伊是迄华语的谐音呢，临时的梦。对啊，这其实就是参这语言有关系啦。因为虽然讲咱讲台语片，咱直觉看到这字就是讲啊，这是一定是台语参这电影画上一个等号。对。但是事实讲台语片这历史其实是参足侪语言有关系，有当下伊也配国语，有当下伊是参马上的厦门的下语有关系。哦。所以讲这是有一个语言的历史伫这台语片里面。对。所以我用这个临时的梦，其实嘛是回应这个语言的历史。因为梦即字啊嘛有看。梦啊，佮有面梦，即个音嘛，所以就是你确定的时候，就是感觉讲，这个台语的片有咱的梦，有咱要看，啊，佮有就是有一寡韩面的部分是无，咱研究完韩面讲，哇，这台语片在迄种，韩面的部分，我先讲临时啦，啊，这其实开始一个谐音梗啊，就讲大家咧批评台语片，拢讲这是粗制滥造啊，看拢临时导出来物件，啊，但我了后讲，这敢是干那安尼尔，我了后去了解讲，伫迄个年代，其实就是拢无啥物资源嘛，对，想要拍片啊，无钱，无器材，啥物技术嘛无够，但是总是台湾人会想要拍电影，对，啊，伫迄个时阵多日本人多走，国民政府嘛较来，这啥物代志拢嘛未讲有一个真正的规矩，这时阵等到讲想要拍的人多抓着这个机会，来开始拍电影，大家拢讲是一种做梦嘛，电影梦嘛，所以我讲用这个梦嘛是咧讲遮。拍电影的人就因为梦想啦，电影就是一种看嘛。迄时阵的观众就要透过这个电影，去看这个世界，去看因家己的生活，用听家己的语言。对，所以讲这临时的梦其实有这几层的意思。就深的呢。对啊，你是会晓台文是无？你讲伊台文系啊？你什么系？我的电影系啊。你两有先讨论过啊？我袂到了。这听起来台文真深呢。嘿啊，你有一出片叫做《怀念的人》，即马留落来完整的版本是华语的，台语敢若伫咧译过来底，这是安怎发现的？敢若要讲即支片安怎发现，我是无清楚。问研究员。我唔知小李了解。球即么欠好啊！球来爱拍。其实阮遐的台语片有足侪是伫咧仓库内底发现的，所以无一定讲当知影讲某一个片是。肯定伫倒位发现的，但是有足侪人甲以早迄个要等戏啥个片，拢藏伫咧仓库啊，还是啥物集中安尼。对，所以有可能是伫咧仓库内底发现的啊。是讲是安那，伊是国语的吼，是安那台语的声，敢若伫咧歌内底，这是有一个原因啦。迄阵为着要争取一寡补助，所以足侪台语片伊会配做国语的。所以都敢若迄个周星驰嘛是原来有台语的、国语的，甲广东话拢嘛是共款的。了解，对，对，只不过即马岁月过去啊嘛，留落来是啥物语言，这真歹讲，就是运气运气安尼。所以就是一支影片有无共款的语言，即个代志是足殊胜的。对，迄个实在是安尼啦。因为90年代迄阵遐个阮的前辈，因迄阵拄咧抢救这台语片的时阵，其实就是摕啥物倒来，就剩安尼尔，就安尼拼拼凑凑嘛，斗起来安尼尔。伊嘛无法度甲你讲，这为虾米是安尼？但是你会了解讲，迄个年代讲，拄小比讲着讲可能这有补助。嘛可能就是参迄国语政策咧推动关系嘛，政府伫咧60年代开始希望讲鼓励国语嘛，电影来希望你拍国语片，所以政策上有一个调整。所以讲，即个电影你拍电影的人，伊嘛是爱需要去一方面配合嘛，一方面可能毛市场嘛，生活啦，但是有一个做核心的问题，我想要问，就像咱拄则讲的，你有一个观众甲你举手讲，恁做台语片的人拢袂晓讲台语，即支片我嘛有即个问题啊，伊敢若剩华语尔，安尼敢要搁家算做是台语片？其实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，一个大哉问啊！阮即嘛伫咧处理即个问题。90年代到现在吼，咱会发觉到是安怎国家电影中心因进前摕出来片拢是台语的，其实有足侪毋是台语发音的台语片。只不过因无囥伫咧头前甲喙塞出来，因为对大家来讲无法度理解嘛。你讲这是台语片，但是讲话人拢毋是讲台语，甚至拢是国语的嘛。但是一个是
内底有一个历史的复杂的物件伫内底，就是足侪电影无一定拢是讲台语的。第二一开始虽然讲台语片，迄是迄个时阵的迄个创作者或者是演员啊，或者是观众对这个电影的形容词，但是到落尾的时阵，真正无一定讲爱讲台语才是台语片。这是阮即马研究的发现就对啊。哦，对恁来讲，迄个台语片即个定义，恁敢有一个倾互伊啊？较快，对，其实伊本地真正是拢是讲台语的，吼，甚至是下门语啊，有诶配做客语嘛有。但是愈到落尾啊，台语片正做一个敢若苦啊，就是讲咱遮诶人拢是台语片诶人，啊，阮做诶都是台语片。哦，但是时代伫改变嘛，阮无可能永远拢做这，因为时代政策。市场等等的无啥稳准啊，阮嘛会转导，阮有可能去做电视啊，去做嘛有可能去做国语片。对啊，但是即马原来嘛，佮甲阮遮的人做的嘛是叫做台语片，所以就是一阵做台语片遮的人，尾来因去拍国语片，安尼请问即支国语片算是台语片？对，阮即马就是该列入去迄个范围内底。阮试看卖啦，来安尼来看一个产业的转变，因为确实因迄个时代啊，譬如讲林福地导演，当然伊是真早的进入迄个国语片产业内底，但是有可能对某咪人来讲，伊就是一个台语片导演。不管伊拍是啥物语言代表的对啊，对，有这个物件伫，所以足侪电影人互因规世人拢去互感讲恁就是做台语片的人，安尼对，所以伊本地是一个语言，但是落尾变做一个敢标志共款的物件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那听起来真深呢，这在写300个论文啊。总爱去读一下台文系，年纪伤大，不是你凊彩工过一项课起，就是写一个论文安尼，你就是恁去家上这论文的人。你想请问讲，咱这个10月份的交流会啊，有来开箱这个研究台语的老影片，就是放无去，佮摕倒来这个过程当中，敢会感觉讲家己伫导的，毋是干那是影片安尼尔。这个是我爱讲。对啊，伊敢有去 Q， 阿忠敢有去 Q， 阿忠伊换伊拍球啊，伊个要拍互你。碰见佮 Q 掉倒来，这个过程吼，其实对啊，咱你导的将来的毋是干那影片啊尔，因为影片是一个物理的物件嘛，吼啊，但是影片内底有足侪无形的讲的。无形，但是有的时阵嘛有形，就是有形影、有声音，啊有的物件，奇怪，这个人哪话讲这段话无去。去用加掉是安怎的安尼？就是内底有足侪故事啊！这个故事阮就会感觉讲，哪会遮深色？是安那？这个华语的版本甲台语的版本，这内容哪会无共款？等等的，就是有足侪分野吼，咱会当来做一寡分析安尼。所以讲，当然语言嘛是有碰见的部分，但是佫较侪，我感觉是规个文化碰见。其实我感觉，若讲到迄个文化的碰见，对我来讲上界迷人的是讲60年代、70年代。做电影、做台语片遐的人，甲看电影、看台语片的观众，因到底共同在想的物件到底是啥物？这是上趣味的物件。对啊，你迄个书面敢会做大个无？书面敢哦，讲这就较迄个嘿。哪爱讲这个较厉害啊，较伟大。当然，阮就是感觉这个物件足趣味的，所以才会去研究这是无毋对。对啊，有的人是薪水人，你哪个讲出来？我要趁钱要坐你遮，无法度。但是我感觉这放伫恁身上可能无适合，因为自恁拄则来坐一摆咱开讲，甲恁即马伫讲遮，我感觉恁的目睭内底是有光的啦，对啊，钱的光。你足侪钱的，我嘛要去，我嘛要是真正爱台电影。就是因为你讲到迄捡物件，是讲创啥的时，我感觉恁讲的迄个听明我无法度翕因的眼神互恁看，但是恁讲出来迄种感觉，还有恁迄个介意迄个物件，真的是足自然的。所以恁对这个物件一定是有爱的。有啦，先讲斗阵佫有感情啦，不得已的对。敢有迄就是恁即届我电脑内底恁有的，譬如讲找出啥物件，是讲恁两个想迄个共识，规个通起来有一支，大家一定要来看，消欢喜种诶，对啊。其实找这物件真侪拢是较早的前辈甲片库的同事因拍拼诶，一个成果啦。阮主要是伫较头前吼，想办法甲这物件去分享互观众，了解讲阮中心遮的同事因这辛苦但是这物件最重要诶。阮算讲大家团队合作
啊，希望讲会使甲这物件，互大家更加去了解这第一片，这历史啊，其实嘛真侪片嘛好看啦。真正，尤其即嘛，咱转去看遐台语片，时常的感觉，英国人竟然拍出即种的剧情啊！真正的做咸的迄种诶，足咸，有诶足咸的，有诶足写实的，真正拢有。到迄就是咱即马现代人无迄种观念啊，叫就是做超脱的迄种诶。有诶，真正你想袂到，拢料想袂到安尼哇！但是伊咧搞啥？但是以我个人来讲，我即个看一支片哦，做《流浪保护线》这支片。流浪保护线。这支片是一支喜剧哦。第一片定就是讲大家拢讲悲情啦，但是其实伊嘛拍做侪喜剧，笑亏。是啊。这支片对我来讲就是迄种笑亏戏，还是A R 仔啊，什么厚道啊，就迄个年代做有名的迄种笑亏，笑亏面青。我要讲的是讲，这支片对我来讲，我感觉是对我个人来讲是我真喜欢的片，因为我会记较早就听我出来讲，阮阿公较早为下港起来是咧3轮车的。伫下港人起来伫遐台北生活艰苦，啥。较早嘛，敢若听时段安尼讲嘛。对，无迄个亲戚的感，无画面安尼。这支片对我来讲，我敢若看到讲较早迄个年代迄个生活，遐下港人啊，阮厝内这时段因少年时阵起来台北的迄个情况安尼。我看着是足感动的啦，看着敢若讲阿公的记忆规个影像画出来啊，因为阿公的面。因为迄阵足侪台语片拢是用实景咧拍，所以等到你敢若咧看纪录片，你会使看到迄个时代人是安怎生活啊。我感觉这是对我来讲是即个看台语片内面真大的收获安尼。安尼听起来其实就是咱是先对即堆内底经出食的，但是佫有一寡就是去用放入角啊，其实你嘛感觉足精彩的。你等后一个展览要甲伊展出来对无？对啊，拢会继续来倒来啦，来猜嘛。其实即届策展人伊拣的是要入去电影院内底看的，就是大荧幕电影院内底看的电影。其实阮有足侪迄个台语片，伊是有创作迄个 DVD。伫咧阮的图书馆内底，其实拢看会到，几百部拢看会到。是哦，这网络面恁大家敢知？咱即马甲放送都知。只要加入阮迄个图书馆的会员，就会当伫图书馆内底看到足侪台语片。我算是无网仔，我拢无听过咧。安尼你咱宣导爱加强一个啦。边仔迄个人规个无法度去。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资讯呢。对啊，所以去就是会使去招免钱安尼哦。爱加入会员。加入会员加钱。哎呀。看到没问题，好贵啦！人家足俗的呢，这样偌济钱？有一种是1年300啦，一种的是5年1000啦。5年1000，佮送你电影票10张。哇！哎哟，俗啦！对。俗啦，10张会使甲2个人去，会使去5届安尼。哎呀，俗啦，俗，真正就俗。找一个查甫出去5届嘛，超过1000块。我也俗啦，俗。然后朋友啊，你若是想要就是看电影，还是讲平常时会使借，但是恁迄片应该是不离啊济啦吼。足济。我敢会借10届就无啊哈，应该是袂啦吼。袂啊，伊也无扣点数，就是图书馆嘛。哇，你最好诶呢。对啊，阮做介即种物件。阮连去有足强诶。这需要。好停车无？好停车，交通嘛方便吼。老卡就有停车。哇，变阿好，听到没有？要约会吼，咱台北佫加一个选择哦。先加入会员，就有一个会当吹冷气，佫有一个会当看电影的所在。既然讲遐济上重要工商服务时间，会使甲阮介绍一个9月份到10月份的活动。9月主要是放电影嘛，9月初开始，拜5、拜6礼拜拢有电影咧，第一片的电影咧。连续3天哦。嘿。哇！阮今年有迄重新修复的《再会17岁》，这是当年兴奇导演著名的台语片导演伊的，阮重新修复。哇！这支片真好看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我嘛赞成，这支片足好看的。我有推荐。其他无就无好看，听没有啦。另外佫有建军一面，这是陈秋燕有名的演员嘛。这是敢若18岁，伊本来是当车嘛，然后伊成年了后开始演的片安尼。伊9月时阵，伊伫电影放了，伊会参加这。什么？我会当看到变气氛啊，做谈会安尼。做谈会，敢要加钱？毋免，你得买电影票。
会使看到面青啊听，才没开讲。伊会讲开讲，伊会坐伫遐陪看电影。可能无法紧。哦，无要紧。但是伊会到你一个共一个空间内底。嘿是。嘿哇。好另外这影片的部分，大家会使伫阮的这网站面顶看。另外要绝对要甲大家推荐讲，阮有另外2个活动。就是讲，你若是对台语片无讲真正足熟悉，但是有小可兴趣，会来参加阮这叫做黑白讲搭水果。为什么咱爱看台语片这个活动？黑白讲搭水果，啊！你这个物件内底有黑白啊，但是你无邀请阮黑白边去，甲恁搭水果。我惊讲介绍伤悬啊！你也无邀请，你哪会知？有咩？探听过。条片黑白讲啊，阮两个都熟的哈。这个活动阮就是找6个。有台语片的专家，6个专家，嘛有漫画家，嘛是有迄唱念歌的艺术家。因这人拢是有看过台语片，对台语片有兴趣，有热情。对。因迄个活动会甲大家讲，为什么咱爱看台语片？是。你若是讲对台语片有兴趣，但无法了解，你袂当快速了解，得来参加这个活动。好呢，做适合咱的呢。另外搁一场，这场的活动叫做在望春风再唱桃花香，展片歌谣电影基地，展片歌谣电影基地是，阮会邀请到纪录下。今年90岁左右。哇，纪老师要来的对啊！伊当年伫1957年有参与咱这望春风的作曲者李林秋，因做伙去过香港拍电影。哇！迄支片叫做桃花香，迄阵伫东南亚卖甲下桥。但是伊迄阵就是种有参加演出嘛，有一寡幕后来唱，做过歌拢是伊唱。所以伊迄天会来参咱做伙来开讲讲当年迄阵去香港拍片，外情啊，嘛会当唱歌。迄天嘛会唱歌，伊会唱歌，你弹着呢？有电影，给加入会员。这是要拢毋免钱只是讲爱加入会员，阮是会员优先啦。哇！来啦，咱米也来啦。对我。对。阮研究组嘛有2场的活动。你咧讲好咧，无伊讲精彩，你会叫伊避过呢？我另外出钱，你甲加较低。敢有需要安尼？先交。网内互相拍。9月初6礼拜迄天，我有一个我本人上台的活动，要甲大家小解台语片的预告。因为其实咱真少看到台语片原装的预告片，对无？其实内底有足侪足趣味的物件，你拢想袂到以前人观众甲创作团队是安怎去想讲，阮这个物件到底产品的优势伫倒位？对，想拢想袂到。这是1点钟的活动，爱放片嘛会用讲的安尼吼。9月20。阁有一场是特别放映，是丁兰24号，也阁有阮一个同事会甲你小解即个电影。这丁兰24号较特别，伊是一个彩色的台语片，是歌戏片，彩色的。对，因为一般印象当中都是黑白的。对。迄阵要拍彩色的，就是讲足贵的，所以真悬。迄阵的迄个导演，伊全是用迄个正片的方式来翕，就是用敢新闻用的16 mm 的来做的，所以真罕你看到，拢足精彩。不要让因9月份就讲这精彩，10月份敢要讲落。今时间无在，你会使用1点10月份甲伊插一个。10月份的重点就是阮有一个研究交流会，伫咧10月23、24这2天。对。听起来敢若是一个研讨会，但是无遐尼严肃，伊较轻松。阮你本人。我本人佫会上台，而且佫为外国邀请到学者来甲阮分享，但是较轻松，因会讲是安那因伫咧西方伫咧英国、伫咧法国嘛研究台语片。是哦，因讲的我敢听有。阮有翻译嘛有新加坡的学者嘛来介绍，讲其实台语片甲新加坡、甲马来西亚、甲香港拢足有关系。但是到底关系伫倒位？你来听，你就家己去听。先叫伊来听啦，莫叫伊家己来听。咱这要邀请人来参加，莫歹啦。
恁想要问讲要去倒位报名？即马听到节目的人就会使随去报名的吼。阮即个交流会是差不多9月份的时阵，会另外开一个 Google 的表，会当报名，所以爱密切注意阮的 FB。袂种也甲伊追踪起来啦，IG 敢会坑。拢会，阮会尽量。好啦，你若到时你若甲阮退个，阮再甲你算。多谢。安尼阮嘛会使甲你知影。多谢，这毋免阁收钱啊！阮会写伫内底啊，阮遮的钱内底有共一个价位，应该想讲压力较大，一直开发票。好，安尼听起来就是一定爱追踪因啊，无因的迄无通知我毋知影。嘿妹，听起来足抢的呢，你讲会员优先哦，若是会员无抢，你来讲有迄一般会当放一束仔互阮呢？会啊，现场诶，开放排队。开放排队，阿别足大，咱等下先就去摆，咱等下录音录了先，甲因就是换一个名片啊，到时咱偷偷拄后壁走。你伊条仔先互我，你先甲我按一个位我先甲你按一个。安尼会使哦。今日真欢喜邀请到2位来到阮现场，甲阮讲一寡就是阮无听过的。对啊，我感觉恁以后就是恁另外去做一个点，我感觉恁一个人可以使讲一集啊。啊，佮有恁讲的迄个片裤的迄个，伊咧拍开拢是糖迄，我感觉迄嘛会使，迄就精彩。丁枪无拢是糖啦，无糖。啊，敢有迄拍开的，空气无好。真好，因为蹲就久啊，拢嘿，生亏啊！我叫是有迄迄种凉，对凉的，因为你知影片裤拢是所在，冷气足强，冷气足强。我毋通讲我别讲，伊要挡袂牢，紧来收尾啊！好，那呢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下礼拜将继续收听，出名人请做门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失而复得，大家要安讲，放紧搁吹转来，嘛会使，哭落搁爬起来。这已经录落啊，我甲囥去 NG， 干使这干使囥去 NG， 哭落爬起来，甲去影响到你国语，对啊，英雄。但是我今日我看无啊，好啊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，你想谁？你想谁是吧？有放大你敢有无，因为我无摕目镜，真假啊？老花的，真假啊？有影。是哦，看起来敢差不多啊。多谢哦。等下我再恁再寄发票来。感谢寄发票的日子，搞换发票哦。